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4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核管法伫昨昏三读通过，核电厂上长下当延役20年。对此，行政院士表示，修法并无牵涉5月17日要停机的核三厂2号机，因为政府目前嘛无相关延役的规划。核安会是表示，佢嘛搁爱清点倒一寡主法爱对咧修正。因为台电嘛讲，爱等相关的做法出来了后，才知影后一步要安怎做。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第6条条文修正通过。国内最后一部运转中核电机组核三厂2号机运转指标17到期，国民民众两党提出核管法第6条修正案，让立法院三读通过。未来一啲核电机组执照到期了后，经营者随时影响核限会申请搁继续运转，执照的有效期限是上长20年。行政院回应，因为修法通过了后，也无细部规范，所以无相关延役评估规划。台电也表示，爱等相关做法出来，才能评估下一步。一步一步看后续的执法修得怎么样。那主管的机关，他要求台电必须要检验哪些单位、哪些部分，那台电才有依法他去做下面的进行这样。核安会表示，除了看台电是不是提出延役申请，爱去盘点爱修正到一寡做法。整个修正条文件看到以后，我们会去盘点嘛，对相关法规当然包含16条。这部分要怎么去对应的这个修订，这部分我们也还要再盘点。核安会讲到第16条，就是核子反应器实施运转执照申请审核办法，规定执照到期前5到15年申请换执照，也就是讲，这做法无修正，3个核电厂拢无资格申请换照。全国废核平台发出声明，强调这修正案是为牢固核电厂改套开后门，支持重开核电的意图。毋但核三也包括核一甲核二在内，无顾核安风险，无顾当地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要表达严正谴责甲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咱同齐关心天气，今日咱台湾附近是透东南风，各地头大部分拢是好天到侪云的天气。咱来看云图。今仔日东南部、东北部和恒春半岛拢有短暂阵雨，过到了后，各地头的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总共有要去山区活动的乡亲，就要细致过到了后天气的变化。也若温度的方面，日时是感觉较温暖，啊，阁有小可热。各地头的高温有29度至34度。也若外岛、澎湖、金门、马祖，今仔日嘛拢是好天到侪云的天气。受国际 A 型肝炎疫情的影响，咱台湾的疫情对咧压悬。今年计共已经出现73例，嘛出现头一个本土群聚案件，包括2个大做伙的，也有2个伫工会场的接触者，目前计共有8个人进行监测。解封了后，个人出国旅游的热潮在延续。疾管署统计，今年以来下肝境外移入17例，是最近8年以来的上悬。本土病例56例，嘛创3年同期的新悬，有少年化的趋势，而且出现第一件本土群聚，2个做伙大的男性拢确诊，另外一个30多岁的男性是确诊个案工会场的接触者。这个工会场的清洁人员，一个30几岁的女性，目前是因为病扫接触环境确诊。跟往年比较不一样的是说，今年看起来这个传染途径比较多元哈，那包括就是可能生食一些那个像生菜或者是鱼贝类，或者是说透过这个环境接触、亲密接触哈，都有可能是这波疫情的传染途径。疾管署提醒讲 ，A 型肝炎是透过粪口毒菌来传播，做伙食摸到互污染的环境，也是和感染者亲密接触，拢有可能会感染。防污染的青物件嘛有风险，感染了后会出现发烧、规身躯真忝、食袂落、含巴肚无爽快这个症头，后壁会发生晕痰。为了要降低A肝传染的风险，请民众爱维持好的食物件和卫生习惯，一定要用湿润来洗手。
另外，国内新冠疫情的部分已经连续5礼拜起嚟，新增加6例死亡病例，佮有34例的重症，年岁上细汉的是无到1岁。曾经有到诊所就医，那诊断是感冒。那不过后来呢，他的症状呢其实没有改善，而且甚至有出现了这样严重咳嗽、声音沙哑，然后有这个呼吸困难、呼吸费力的状况。在急诊就有发现，他其实已经有这个低血氧。查某翁婴仔住院1礼拜治疗了后，已经康复出院。疾管署提醒讲，今年新冠疫情流行的是比去年搁较早，按算伫6月进入高峰。虽然讲感染大多数拢是轻症，也是无症头，但是病情嘛是有机会发展做中重症。呼吁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会当注疫苗来提升个人的防护力。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介详情，咱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代替伫6月23开始买调关火车票的票价，运送包裹买对咧起价，运费平均是起36%。另外，代替即马嘛修改旅客运送客约，总共火车故障造成火车慢分超过10分钟，也是开车的时间无法度确定，乘客买也无想要坐啊。一年来拢会当去退火车票，而且唔免手续费。来看联合报，立法院3读通过刑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新增加弃保逃亡罪，也佫有妨害司法公正罪。弃保逃亡会当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也若对法官、检察官进行不法官说，上当嘛会当处5年的有期徒刑。继续来看台南地检署自2024年7月份的时，因是侦办深化一对圣诞的侦判，向全国的地检署诬告诈欺、妨害自由、性侵害，总共有146案，有378人控告。检方依照诬告罪、伪造文书罪、诈骗财物、非法利用个人资料罪，甲因起诉。台南地方法院即马是判这个姓陈的查甫人14年有期徒刑，也让伊的女朋友判6年6个月。来关心咱全国的焦点，这是细楼的年母姊妹啊，涉嫌教开囡仔苦毒死亡的案件。台北地方法院也有国民法官审理了后，即马认定开规身躯全拢伤，也有忧郁症，拢是做年母的大姊造成的。因若这个小妹有看到煞拢无主动，搁伫遐查天火刀，每样呢是甲大姊判无期徒刑，因若这个小妹共判18年的有期徒刑。细楼年母姊妹啊，涉嫌激死查某囡仔凯，妨以故意伤害儿童致死等罪嫌起诉。专案经过台北地院审理，甲国民法官共同评议了后，13将姊妹2个人以成年人共同故意对儿童虐待、妨害自由、使人死亡罪，同判刘彩珊无期徒刑，提到公判终身到囚人18年有期徒刑。其等犯罪动机为以虐取乐，行为恶性重大，犯罪所生的危害至巨。迄今未与被害人家属和解。细楼姊妹啊，互谈判一大关键都是2个人的犯案动机，互认定以虐待做误录，倒算审理阶段，刘彩珊一概无罪答辩，当庭拢认罪，也毋过合起庭认定，对厘清犯罪事实甲节省刑事司法成本拢无帮助，也采信外向甲遗书的证词，认定开详细，甲忧郁症拢是受虐待造成。然后就林宏认定无阻止，颠倒复合，互家己有优越感，互看作是共同正犯。很感谢国民法官法庭对于被告2人处以我们希望求处的最高刑度，让所有这些潜在可能想要虐待我们这些可怜的宝贝的这些恶心的保姆，给他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即摆一审宣判，甲检方的求刑同款，被害家属律师表示感谢，也建议替辩诉官司讨赔。打电话给刘彩珊的辩护律师，结果进前无出题回应。刘瑞林的辩护律师表示，收到判决书了后，会建议感有上诉空间。另外，日后联名只以文字回应，尊重判决，也搁一摆回实例。单纯就这个刑度来看的话，似乎还是把姐妹2个人紧紧的绑在一起。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来论的话，我个人会觉得对妹妹这边是没有那么的公平。每一摆法院开庭，总是有大批民众到场声援，伫宣判之日也拢出席，又伫真侪人旁听。判决宣誓了后，更加当场拍拍话，感谢法官，只是有部分的相关者无法度接受。我觉得无期徒刑真的很仁慈，非常仁慈。18年更仁慈。我希望政府可以把死刑修进儿少法里面。即马开案一审结束，也毋过涉嫌年母姊妹啊，搁互检方查出涉嫌对其他2名幼童有口头行为。今年1月另案起诉，
2名的细单社工也防以涉嫌过失致死、规则文书等罪项起诉，当由一审审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开案件伫去年爆出来了后，是引起社会上的关心。一个细汉囡仔幼囡仔，互大人考到较巧去，家用家庭的制度监管无健全的问题，即马嘛互大家看现现。委托外包了后，社工的方式、社会局的监督，还佫保护囡仔追踪的机制，拢无整合，有制度嘛无路用。国家即马认为，每一项即马拢爱补强，来强化咱的社会安全网。民众已经真侪摆去伫街仔路体开来声援，关注即个疑似扣到囡仔致死案，即马有一审的宣判，但是民间的脚步无停，持续化为设立儿少保护部，推动访视助理员的制度，提升义务的专业训练，和成立扣到囡仔专职公务员等真侪项诉求。它不是单纯家户里面说爸爸妈妈动手而已，有政府的人要去访视可以介入的一个个案，这么长的时间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进入介入。指挥外开伫前年的9月，经过儿福联名的转介，互细路的年母接手来安置。今年12月，还未等到洪收养颠倒相当过身，年母嘛洪指控讲考到囡仔，负责个案轰炸的2名的细单的社工，洪指控讲涉嫌访视失职，需要继续洪起诉。台北市社会局洪质疑讲监督无周全，介入是慢一步。专去年4月起诉。市府是伫4月底罚细路的年母上当60万，这幼囡仔还未负大汉，变作使人心痛的家庭悲歌，嘛会当看出教养制度的监管缺失。应该是去做的是安置机构的部分的开发、寄养家庭的开发。如果真的要做保姆的照顾的部分，那也拜托请把他的家人以及保姆的身心状况这个部分纳入考虑。开案是互各界拢真注意，嘛互各界拢提出建言，要来保社会安全网，对政府的监管要有够力。年母身心状况的评估，社工敏感度辨识补强和训练，还有欠安置资源，拢是要改革的重点。凯干事件之后呢，访视1年调整为6次，我觉得专业度提升以及专业的主责社工能够加强那个敏感度，然后来协助保姆，我觉得不是不行，但是就是要给一些资源。专案伫爆发了后，卫福部嘛修法，甲采用评估回归予地方政府，暗算5月底的上路，而且当地评估规划设立儿少专职单位，提出这规划的作为，就看敢会当来帮助这脆弱家庭的幼囡仔，莫互这种无法度挽回悲剧，搁一摆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台大病院一个姓黄的医生，趁急诊值班的时，涉嫌甲查某病患性侵害。专案经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甲伊判3年有期徒刑。嘛，因为最近才发生医生的性骚扰、性侵害案件，医界团体就呼吁卫福部要赶紧建立医事人员的查询平台，民众会当伫网络顶悬去查到这不良的记录。因为卫福部是表示，已经有请地方的卫生局启动医师顶改委员会，因若敢要公布医生的名声，这部分搁来讨论。清白衫的医师本底是要救人，没想到竟然变成性侵害的加害者。台湾病院的龙头台大病院，一个姓黄的妇产科大院的医师涉嫌对女病人性侵害，消息互大家听了拢错一个。医界团体认为讲性暴力是零吞忍，卫福部应该较紧来建立医事人员的查询平台，互民众会当伫网络查医师的资格、记录处分的记录等等，强化民众自主把关。针对惩戒以及判决确定的名单，依法本来就可以公开，而英美等国也都有建置相关的公开平台。事件是发生伫2021年6月的时阵，姓的医师是趁急诊值班的时阵，假作讲是要做性反应测试的理由，对查某病人脚内手内性侵害。专案经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法官认为讲，姓的医师伫犯后完全无后悔的意思，判3年有期徒刑，专案会当上诉。对这卫福部表示讲，会照医师法，法文请地方的卫生局启动医师顶改委员会。惩戒委员会他们讨论究竟会做成怎么样的决议，说给予什么样的处分，轻的会是警告，最重的会是废止他的医师证书。另外，敢会公布性骚扰医疗人员的身份？卫福部讲会进行研议，针对讨论什么状况会当公开名，搁要公开到什么程度。若无确定犯罪事实，就把名传出去。若是事后发现讲并不是事实，这嘛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必须要真细致、真认真，嘛需要对细节搁进一步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台积电伫昨暗有召开重要的记者会。重要消息的记者会宣布讲，经过董事会核准，因要卖7100万美金，差不多超过台票21亿的设备，和尖端大工厂世界先进。台积公司的董事会今天核准出售公司的机器跟设备给关联企业的子公司 BSMC。我们预计总价会是介在这个美金7100万到7300万之间。那实际的交易金额就会以最终的合约签订为主。台积电表示，因即届卖的是拢无得使用的机台，主要是要来活化台积电的资产。另外，台积电的董事会昨昏嘛通过今年第一季每一个月配发的现金股利是5块银，这是创下台积电改用每一季配利息了后上悬的经验。也若原底有风声讲，规台的执行长黄仁勋顶一日要来台湾，也毋过要来台湾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也毋过将是媒体守伫机场煞单薄人。原来即马知影讲，伊是先去沙特阿拉伯去参加投资论坛，嘛伫遐宣布要卖18000粒 AI 的晶片，互沙国的一间新创公司。13伫沙特阿拉伯举行的沙美投资论坛当中，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伫台顶干部。But this is 2 Blackwells, and it's 2,500 watts, 2,500 out of the 500 gigawatts of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 that's going to be built. 回答要甲沙特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下海人工智慧新创公司Humor合作，第一阶段会卖18000粒 AI 晶片予沙特阿拉伯，帮助伊的新资料中心运作起来。后续会伫沙特阿拉伯卖数十万粒 AI 晶片。这项合作关系是美国总统川普13访问沙特阿拉伯卡达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行程当中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争取数十条美金的投资。And with this trip, we're adding over $1 trillion more in terms of investment into our country and buying our products. 回答提到是上大级别订单，超微是宣布甲Humor达成协议，建立100亿美金的七段友好关系，这合作是双向的。白宫表示，沙特公司DataVault会向美国的 AI 资料中心甲能源基础设施投资200亿美金。Alphabet下骹的谷歌公司、甲顾问公司、客户关系管理大公司 Salesforce、超微甲 Uber 要投资800亿美金，伫2个尖端变革发展技术领域当中，按部无提供更较侪细节。川普计划15拜时会去沙特阿拉伯大公国。根据《纽约时报》杂志报道，伊团队真紧对达成协议，温准阿联买大量回答的 AI 晶片。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也啦，咱前总统蔡英文去澳洲访问，已经结束伫立陶宛的行程。伊即马人已经去丹麦，去参访丹麦国会拜访友台小组，嘛伫哥本哈根的民主高峰会顶悬发表演说。伊强调，台湾的安全对区域的稳定，也佮全世界民主价值的维护真重要。互相挨杀子前总统蔡英文访问丹麦国会，受友台小组热情接待，双方进一步交流。佮伫国会议员的陪伴之下，到庭参观机场。第一摆访问丹麦，上重要行程就是伫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讲。Neighbor thought by routinizing cyber attacks, hacking, and military exercises, the people of Taiwan would either be debilitated by fear or become complacent. This was certainly not the case. On the contrary, the Taiwanese people use their experiences as the basis to build their resilience. 蔡英文强调，台湾的安全对区域稳定、对全球民主价值的维护是真重要。Taiwan's existence helped keep China's expansionist ambition in check. For the broa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iwan's existence shows that democracy can survive and thrive even when under constant threat.
在哥本哈根会议顶悬，互人者也无焦点就是演讲名单当中包含台的有名主持人郑丽芬，甲台剧连续攻击制作人邓新平，剧中内容探讨国内也面临台海战争时阵可能出现的状况。因为台湾已经面临战争的威胁长达70年，而且战争是越来越迫近的，所以透过这个作品可以理解到台湾人民在想什么。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因为其实的确我们已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然后大家都不太敢去面对这个议题。在哥本哈根会议透过无同款的时间，让更较侪人看到台湾面对的维权挑战，甲坚持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来关心2025年世界卫生大会19要伫瑞士举办，咱台湾目前甲当时也无收到邀请。咱国内的民间团体嘛宣布，咱会照例去会场外口举办论坛。前副总统陈建仁嘛伫论坛顶悬分享咱台湾健保30年的成果。另外，阁要推动台湾的医疗外交和观光，嘛希望牵成亚洲头一个坐邮轮进行健康检查的旅游行程。2025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19就要伫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到今也拢无收到邀请，不过民间团体参与也是无停歇。世大联合基金会13早起召开 WHA 全球卫生论坛起稿进行的记者会，宣布今年会甲国际组织合作，伫 WHA 场外举行几啊场论坛，议题会包括气候变迁甲对健康的影响。气候变迁啊，这个人类永续的问题，反而是会有这些非政府组织里面还能够保存一些能量。那前副总统也就是现任的中研院院士陈建仁，嘛会伫论坛分享台湾健保30年来成果，也佮有甲未来的挑战。另外一方面，民团嘛会透过推动台湾医疗外交甲观光结合，希望促成亚洲头一个会当坐游览船佚佗、挂健康检查的行程。邮轮健检从日本到台湾，那未来延伸到东南亚，也在明年延伸从美国到台湾。好，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邮轮的一个观光医疗协会去做这样一个努力。全民健康覆盖最主要目的就是说，不管这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点，他的健康呢都要得到全方位的必要的医疗照顾。民间团体强调讲，全球卫生资源当咧重新分配。加上美国宣布会伫2026年1月份退出 WHO， 而且袂阁纳会费，致使 WHO 恐惊会出现财务的问题。现在是咱台湾更较应该透过民间的力量，甲国际来制接，伫多边体系当中，以有实惠、有贡献的事务策略，持续来参与全球的卫生。公司新闻台北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10日伫白宫签署行政命令，讲要调降油价59%，这是引起咱台湾的油价真烦恼。专家就警告讲，油厂为着要配合美国油价上优待国的政策，恐惊会甲其他国家的油价调悬。安尼，咱台湾的因为咱台湾的健保拢是用上价价销来给付原厂的油啊，安尼就有可能造成一寡油厂可能会退出台湾的市场。也卫福部是表示讲，政府有药品监测系统，一定会确保库存量有够。美国总统川普伫当地时间10日早起宣布签署行政命令，将处方签给付的价销调降59%，要求美国政府甲制药业协商降价药品的价销，也就是将国内药价甲国外确实的价销扭平。美国提出药价最惠国的政策，所引起台湾药价的烦恼。是不是药品要停产，还是数量要减少？延长药都可能，专利的药都可能，尤其美国到台湾的不可以取代的有72种，大部分就是癌症的用药。各界烦恼为了配合美国最惠国政策，药厂会重新调整各国药品价销。台湾健保惯是用确实的价销给付原厂药物，恐惊因为安尼袂少原厂药物会选择退出台湾，也是药厂因为安尼减少生产量，甚至放弃生产，引起欠药的问题。开发性制药研究协会嘛提醒，新药恐惊影响上大。所以势必你的上市一定要比美国晚个几年嘛。比如说重大疾病，它目前台湾里面还就是以目前的治疗，它没有很多的选项的哈。
那像这种药品就会受到比较冲击会比较大。协会分析，美国药品消费金额就占全球的1/3，市场真大，比起台湾市场小。而且目前因为健保算的绩效较俗，已经有新药延后上市，川普药价新制上路了后，恐惊更加明显，甚至会输予其他国家3至5年。我们的健保署都可以有一个机制，都可以反映到癌症的药，如果对病人有帮助的药，我想我们是绝对站在国家的立场、政府的立场，绝对要让它用在病人的身上。卫福部强调，随时调整机制，业界是真希望政府会当提高健保的合格，若无全球关价抢药啊，台湾市场恐惊无法度应付。记者采访报道。继续关心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伫白宫开记者会时，讲到美中贸易协议的议题时，伊雄雄讲出一句讲，这对统一和和平正有利。因为美国国务院和 AIT 赶紧出来背回，强调川普的发言敢若是针对美中的贸易关系，美国对台政策无改变。And they've agreed to open China, fully open China.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China.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us. 美中贸易谈判初期进展，川普伫白宫记者会上评论上大的重点，就是和中国开放市场。因为讲过一半，煞突然弹出这一句。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great for unification and peace. China will also suspend and remove all of its non-monetary barriers. They've agreed to do that. 甘讲美中谈判到顶，台湾正做条件，也毋过毋拿川普的前后文，无讲到政治议题。历史对方所提起的 unification 其实除了统一，也有一致联合的意思。美国国务院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第一时间拢表示，川普所讲的是针对美中贸易的关系，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就我方的理解，美中贸易谈判过程中，并没有触及台湾相关议题。另外，美方也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期待。并且反对透过武力或胁迫片面改变现状。那外交部总统府也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数十年来保持一致，台海和平甲稳定都是美国持久的利益，对台承诺有关强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总统赖清德就职得要满1年，之前又接受日本媒体《日经亚洲》的专访。总统赖清德表示，希望各国用飞航供应链来对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因为中国8日时有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内容内底有写到袂去答应讲放弃用武力侵犯台湾。学者是认为讲，这个白皮书的内容对台的打击范围佮扩大，力头冇增加。中国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伫全文差不多22000字内面，除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嘛强调讲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的干涉，依法打击台独的蛮皮分子，争取和平统一，绝对袂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学者观察，中国伫核心项目内面，各种方面打击台独的手段，会当看出中国对武力扩张到非和平手段，包括大规模渔船的骚扰和围台演习等等。除了原来的武力手段之外，它其实在这里面又提到了更多所谓的非和平手段的进行。刘委会认为讲，新发布的白皮书内面讲到的相关内容，伫过去的文件内面拢出现过。总体来讲，这摆并无新的讲法。昨天发表的白皮书是把中共近年来发表的各项文件做一个汇总，所以并没有提出新的概念，看起来还是一个持续性的政策。正正接受日经亚洲专访的总统赖清德是今年第一摆接受外国媒体的专访，伊嘛用这个机会催各国用飞航供应链来制衡中国不公平的贸易。飞航供应链的基本是开放的。然后他所要创造目标是共同繁荣，那这样的一种的思维呢，比较符合目前的全球的基本价值观。所以呢，它不仅仅是只有一个台湾经济安全的一个概念，它也是创造全球繁荣的一个重要的倡议。特别就一满1周年的赖总统强调讲，美国的关税政策是造成压力，但是伊同款认为讲存在基本的价值观，就是专心伫建立民主国家的供应链，而且表示讲会当确保世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不过伊嘛指出讲，台湾袂对抗华府，而且会进一步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削减贸易壁垒，还有打击生产地等等的作为。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关心菲律宾。菲律宾礼拜一的时进行期中选举，其中因的前总统杜特地就算即马被关伫国际刑事法庭的监狱内底，不过呢，伊也是选调伊故乡的市长。另外，这场选举大选嘛，被看作是马可仕也有杜特地两大家族的对决，嘛影响未来3年的政治布局。菲律宾12个期中选举影响范围真宽，为参议院、众议院到全国各地的首长甲议员，拢总18000外职位爱改选。上互人注意的候选人，就是前总统杜特地，伊因为发动老血反毒战争，去害牙国际刑事法院逮捕，目前还搁伫咧监狱羁押。不过伊也是会当当选纳茂市的市长。伫这个所在，杜特地甲伊的儿女轮流担任市长，已经20多年，选民无改变对伊的支持，这届得票是对手8倍外。Support for Mayor Duterte, ibubuto ko pa rin po siya kahit wala siya dito kasi hindi pa man siya convicted, no? 菲律宾的期中选举也互人看作是马可仕甲杜特地两大家族的竞争。小马可仕甲老杜特地的查某囝萨拉，2022年联合当选正副总统，不过两个人真紧就因为理念袂合，关系拍歹。萨拉捌放调讲要买杀手暗杀小马可仕，佮因为渎职贪腐这个指控，去互众议院弹劾。参议院要伫后个月接手审理，若是有2/3投票通过，萨拉就会互人剔除副总统的职位，并且永远袂使担任公职，佮也无可能继承副业做总统。参议院这礼拜改选的12席议员，有6席是马可仕支持的，杜特地背书的有4席。不过伫全部24席当中，萨拉若摕到1/3以上的高票，就会当保留副总统的职位。马可仕这边可能无法度如愿甲扭落来。专家分析，这届大选结果会影响未来3年政治局势，并影响2028年的总统大选。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来关心有美国和以色列相同国籍的人质亚历山大昨昏是互放出来呀，登去到以色列。美国总统 Trump 表示这是真重要的消息，嘛向伊的厝内人讲恭喜。21岁亚历山大登去厝的迄一刻，母亲激动地走去你家揽，宝贝后生总转转来啊！亚历山大伫加沙封关19个月，伊互认为是哈马斯所扣押最后一名也活着的美国公民。22失控的这段过程，以色列暂停伫加沙的军事行动几啊点钟，好代志会当顺利进行。伊伫坐军用直升机返来以色列的路上，用手写标记，多谢川普总统，伊的家人也督促以色列政府甲谈判人员继续努力，互剩的58名人质也当返去厝。We'll get Eitan today. We hope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other hostages released too. 亚历山大是今年1月以哈达成停火协议2个月，以色列3月18突然对加沙发动攻击以来所释放的第1名人质。在迄日有人看到亡命的哈马斯战士将伊交予红新国会工作人员，佮交予伫加沙的以色列当局。זה הושג בזכות הלחץ הצבאי שלנו והלחץ המדיני שהפעיל הנשיא טראמפ. דיברתי היום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הוא אמר לי, אני מחויב לישראל. 纳塔雅胡补充说明，以色列打算继续加强伫加沙的军事行动，而且未停火。一名哈马斯官员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释放亚历山大是为着表示善意，是美国总统川普13访问中东进程，为着达成停火协议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也为稳准人道救援会当进入已经互以色列封锁超过72个加沙。公司新闻吴伟明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 Trump 昨昏甲沙特阿拉伯签订包括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再来内底有几项协议，内底嘛包括军事协议。这个合约价值1420亿美金，大约是代表4.3兆。白宫嘛正式宣布，沙国有要投资美国美金6000亿。继续关心菲律宾的中部内格罗斯岛的坎拉恩火山，昨昏透早是过一届喷发，火山灰是称悬悬，称到天顶有3000公尺悬。当地政府已经发布3级的警戒，要求火山附近6公里内的民众要赶紧撤离。
来关心去年提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台湾小说《台湾漫游录》翻译的版本，这摆是搁一届伫美国得奖啊，是获得亚洲协会头届设立翻译文学奖。评审团俄罗作家杨湘子甲翻译者金玲有讲故事的天赋，嘛有艺术的本事。镜头转来关心，高雄三港内发生2件假烧酒塞车弄死人的车祸。高雄市警察局对10日开始已经进行大执法，伫全市38区加强临检，头一日就抓到26件假酒塞车。再来！警方10日暗时伫高雄火车头执行食酒塞车的处理，这名姓范的查甫人周七有0.28，互警方当场按照公共危险罪逮捕。因为小连续发生2件严重的食酒塞车事故，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高雄市警察局对10日开始连续3天，东湾全市17个分局，第38区的食酒塞车热点大执法，头一暗就抓到26件。首日动员各分局共361人次的警力。针对各分局辖区酒驾热点热时，加强取缔。统计首日大执法，取缔酒后驾车共计26件。警方绝对会持续且无限期的加强执法。水本强力处理是阻挡民众食酒塞车的方式之一，不过就是有人红亮唔惊，罚唔惊。亲像这摆10月发生伫大顺路的死亡事故，食酒塞车姓洪的查甫人108年，就因为食酒骑车记车，汽车驾照嘛互吊销。不过也是激批评，这个食酒塞车甚至佫弄死人。有民众认为台湾的法律制度无够完善，食酒塞车的代志会直接发生，除了法律轻判以外，上介重要的就是基本教育做不好。小孩子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说，以后就是出去以后喝酒，千万就是不要开车还是骑车，一定要坐计程车。学校好像也没有教那么多这种，就是警惕你的事情啊。当然，这教育上面可能也是需要去加强的。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表示，根据统计，高雄市今年1、2月因为食酒塞车造成的死伤人数，比去年同期加18个人。因认为是市府防治政策出问题。对此，交通大队表示，这需要宣导甲强力执法做伙做。自1811年开始，高雄食酒塞车死伤的人数拢是年年减少，其中死亡的部分已经巨减5成。记者柯家朱昭阳高雄场报道。嘛是咧高雄，这是高雄人母昨透早有民众看到路边有一只1米半的蛞蜍，赶紧通报农业局来抓。原来呢，这只蛞蜍是有人饲的，是无细字扫出来。另外，伫高雄屋内嘛有民众看到有人饲的乌猪伫大路四界撞、四界扫，搁要冲红灯，险险去互车弄着。因为呢，这已经危害交通安全，所以警方正在找乌猪的主人，要甲开罚单。12透早7点外，乌来区的乌中路已经变青灯，车辆准备要起行。不过对中华街迄边所雄雄撞出来一只乌乌大大的动物，甲看较真的竟然是一只乌猪。这只猪就安尼清清公公伫车路四界走，甚至阁走入去附近国小内底，因为速度实在伤紧，看到的老师拢叫是家己目睭花，哪样有猪伫学校走？其实耍猪沿着我们学校的围墙，一下子就跑出去了。那现场有几位老师跟小朋友看到，那老师跟小朋友看到是又惊又喜啊，觉得说山猪如果能进来跟我们学生一起上课，也是有趣的一件事情。水帮囡仔欢喜看到猪仔，想要甲猪仔做伙上课。不过乌来分局表示，这只猪敢若是去互主人带转去，因为猪仔乌白走已经危害到交通，即卖当咧找找主人准备开发。另外13透早伫仁武，有民众看到一只150公分长的蛞蜍伫路里走，惊一个是赶紧通报农业局。农业局表示，这只蛞蜍个主人饲伫工厂2年外，前一天甲刷出来桶仔，才无细字去互走无去。经查，该鳄鱼品种为眼镜凯门鳄，体长约150公分。下午，该鳄鱼之饲主郭先生已至动保处完成访谈笔录，并将鳄鱼领回。动保处呼吁饲主应善尽所谓管理责任。高雄连续2天有乌猪甲蛞蜍伫车路乱扫，有人感觉心息，加在无害人受伤。动保处呼吁民众厝内底停本爱关好，若是违反规定，上悬会当罚15000块。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立法院伫顶礼拜有3读通过修法，恢复4天的国定假日，佮加上5一劳动节全国休假。昨昏有一场论坛，就民间团体建议讲，总共要降低劳工的工时，应该爱推动1礼拜休3天。另外嘛认为应该爱互民众有选择要休什么纪念日的权利，因呼吁休假嘛应该爱公开理性来讨论。
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制定通过。立法院会5月7到3号通过纪念日和节日实施条例，甲劳动节改做全国放假，固定假日增加为6年一天，教师节、光复纪念日、行宪纪念日。拜二世代文化协会举办论坛表示讲，放假应该理性讨论，毋是干那用花的，也强调固定假日和纪念日应该分开来看，这对整体社会结构来讲有无共的意义。假日啊，它牵涉到的是这个社会的总体生产力，还有我们的总工时的问题。但是节日不一定要放假，好，节日是用来纪念的，是用来文化记忆的一个日子哈。那它跟假日啊其实是2个概念。那我们现在呢，立法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把它混为一谈。节日跟纪念日的做法，第一个，它如果是立法的话，那立法这边应该需要缜密的讨论，还有就是去符合我们这个国家，它是一个世俗的、中立的、不偏袒任何民族、多元的。一个国家的这一整个大前提。论坛当中也建议当拍破固定假日的思考，把休假日刷到拜5或者是拜1通连休，较方便各产业来调整配套，也主张通互劳工自由选择家己的文化纪念日，不是干那由政府来决定。纪念日，尤其是国定假日，国定呢，而且你要求全国一起放假，这需要不同的政治上的辩论。而且借以达到社会的互相了解以及共识。世代文化协会也表示，世界有袂少已发展国家有实施1礼拜休3天的制度，台湾是已发展国家内面工时长、休假少的国家。协会也认为，考虑整体社会经济效率，未来1礼拜休3天会正做趋势。建议政府应当爱往这个方向制定休假的制度，也爱和人民加理性沟通，促成社会共识。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演唱会的票因为有文创法的规范，所以若是卖5股票是会互处罚的。也毋过艺人毋那干那演唱会，因阁有签名会、见面会、握手会，有诶嘛拢有咧卖票。啊，若卖5股票，宣布法律通互管。所以民进党的立委昨昏召开公听会，咧听卖众和民众的声音。伊嘛呼吁讲，有卖票的艺人活动，拢应该放入去文创法的规范。泰国组合林昂今年6月要来台湾举办见面会，5月7日票一日开始卖，无到1分钟就买无，也发现明明是实名制，共一个身份证煞会使买2张。卖场表示讲，不管是顶日啊正式卖票进前，中国网站出现5股票的争议，也是台湾平台有空胖，拢会影响卖场的权益。希望政府通到见面会这款形式活动放入文创法规范，安尼要减低5股嘛较有管道。这个伊表演的形式是足多元的，我感觉其实伊的票比演唱会的票更较好抢，而且伊来台湾的时间可能一年啊无到1摆，所以都珍贵的。所以我感觉这个是爱甲这个活动见面会这个活动，甲你放在这个文创法内底，互伊来做我们来减低这个5股的部分。另外，这个表出见面会主办单位有牵涉中资的背景，也无伫台湾设立分公司、子公司。经济部表示，境外公司伫台湾办活动需要台湾的厂商协助处理，但即卖因为买票平台有空胖，卖众也烦恼会有各资外流的疑虑。那同时，因为售票平台必须是台湾的公司，所以它受到台湾对于个资法的所有约束。一旦它提供了，就会触犯个资法，那也就会是一个刑事的处分。那有关于 iPhone 的话，这间企业我们查一下，它可能是支付业。那支付业的话，目前数位部它是有定一个数位经济相关产业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管理办法，那它针对资料处理服务业是有相关的这个规范。针对境外5股票问题，主办单位无够透明，牵涉中资公司，有立委认为这问题影响各自安全、文化主体性，也牵涉到国安的问题。民进党立委召开公听会，收集民众意见，认为演唱会以外其他展演也拢要研议纳入文创法。文化部针对修法的部分无正面回应，不过有表达会针对实名制部分进行辅导补助。记者梁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台语文看榜，咱来看台南市教育局结合民间团体，斗阵在推出台语戏剧巡回列车。伫这个月会巡回10间学校，伊要用趣味新式的剧情，抑佫活泼的表演，来打造浸水式的舞剧环境，要互囡仔会当哪看戏哪来学台语，嘛鼓励少年家愿意开嘴讲台语。
土地无去佚佗，土地讲趁无人伫咧，走去找财神爷斗阵食鸡腿，结果2个人就安尼散袂落来，甚至佫互人误认做圣诞老阿伯。这次土地无无伫厝是南明故事林协会嘉义分组团，今年台语戏剧巡回列车的新戏，剧团加入济俗眼、健康观念、舞蹈元素，打造浸水式的文艺环境，大家囡仔看甲笑嗨嗨，一边看戏一边学台语。看这个戏，好啊，学到真多，很好玩，然后又可以学台语。安怎讲？譬如讲，伊倒位感觉足新鲜的。土地公和圣诞老公公。你能透过这个活动里面吼，伊足简单啊，足快乐去学习。安会获得足侪经验安尼。为着要甲宝记向下定根，台南市教育局近来结合协会合作，推动台语戏剧入校园。按算5月份会巡回10间学校演出。教育局希望透过趣味的戏剧表演，让囡仔学台语无负担。另外，剧团演员发觉，这阵囡仔的台语程度渐渐退步，因认为透过活泼甲趣味的方式，会使提升学生开喙讲台语意愿。活动办了真好，就是为细汉就开始训练伊，会当听台语啊，是讲台语安尼。看起来囡仔拢不管是几年，不管是幼稚园啦、1年的啦、3年的，像较拄仔这是3年，因为跟阮的互动就足好的，就安尼学的因啦吼，爱讲目镜伫遮爱比。协会指出，虽然目前主要是伫台南各校园咧做巡演，不过因近来嘛开始伫社区推广，邀请时代指挥演戏，因讲未来有机会，希望剧团会使拓展到外县市，让台语继续传承落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今日第36届团结金曲奖8月份要举办，团结中心就举办2个月的团结金曲剧展，邀请这3档得奖的剧团，有布袋戏团真快乐奖中剧团，也有歌戏团摩登计划来演出。所以啊，你说来吃点心无？真快乐奖中剧团是一个家族的布袋戏团，团到今已经第4代，90岁阿嬷江素美带囝孙仔伫咧台顶搬一世人的布袋戏，落去了后，阿嬷拢会传烧烫烫的饭菜，予戏班的家族食。公夜饭真凉，凉的毋是咱做戏人，阁有看戏的人。就是阿嬷一句王爷饭真凉，甲大家拢念做伙，互伊的囝孙仔有一个想法，想要甲阿嬷的故事写做一出戏，或者王爷饭。这出戏剧也得到第33届团结金曲奖。阮咧做戏的时阵吼，足侪部分会拄到神，也嘛会拄到四周围啊，甲阮斗相共的人，啊，有甲这个故事全部拢甲放喺王爷饭内底。做戏人啊，拄到甜的，啊嘛拄到苦啊，拄到涩的。那不好，修行我只好用辛苦来赌下。另外，这出戏是歌戏团摩登计划所演的戏剧，或者文武天香。戏剧当中无设定条带，也无设定时间。戏出内面的口段会当主动向小新表达意爱，小新也会当介意小新。和英国传统的歌戏大部分咧讲的忠孝节义无同，编剧加入现代，注重多元性别族群的元素。这出戏也得到第34届的团结金曲奖。故事的后面讲的是一种现代人关心的议题，比如讲民主自由，比如讲多元性别。歌戏内底敢会当有2个小生谈恋爱。今年8月份第36届团结金曲奖特别颁奖啊！这是团结中心甲过去3档得奖的戏出做一个展示，先来热身，希望延续这份感动，招观众做伙看到团结金曲奖的传统和创新。记者陈宣林旭凯台北报道。由高中生所成立的团体中华救路行动，因是举办少年人权课这款活动，邀请白色恐怖受难者跟中生，也有27部队网界主编洪碧娥来分享白色恐怖迄段历史，希望大家会当加来讨论公共议题，嘛关心台湾的过去和未来。白色恐怖受难者跟中生分享过去互警察掠器官的经验。伊是1947年出世的，伫高雄读册时阵，因为涉嫌牵涉到叛乱罪，被关7年。1974年出狱了后，有将近20年的时间拢受到监视。迄阵仔是安尼想讲，哎，好过就好啊，7年就准煞。但是转来了真吃力，迄管区警员差不多2-3天就来。上班1礼拜就来，啊，安怎去到倒位上班，去倒位做工课啊？
就去甲头家讲袂使请我。高中生成立的团体中华救路行动举办一场少年零宽课活动，邀请白色恐怖受难者前辈、各27部队放假主编洪品娥来演讲，希望少年家会当徛出来讨论公共议题，关心台湾的历史甲未来。你若是对这个议题有兴趣，你就应该就是主动来学习。其实即马网络的资源嘛足多，册嘛足多，电影嘛足多。真侪阮学校的同学拢感觉白色恐怖是一个考试会考到啊，学校老师会讲到的物件，只是一个过去发生过的代志。伊其实跟咱的民主、跟咱的转型正义有真大的关系。中华救路行动表示，行政院去年核定5月19是白色恐怖记忆日。虽望这阵纪念日甲这日实施条例修法无纳入这项纪念日，但是希望透过活动，让大家继续讨论这段历史，为过去人权受到压迫的故事，了解台湾民主这条路是安怎行出来的。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湾进入超高龄的社会，除了需要长照的资源，也若是大心理健康、心理负担，也是面对死亡的这心情嘛，拢需要关心。家己的新港文教基金会就邀请艺术家用这议题来举办展览。各种生活用品，一世界依家拢是病倒的顶面，阁有陪伴病人家属各种心声。艺术家甲进前照顾病人的经验，用这种艺术的方式来布置，要让人知影厝内人照顾病人的时阵，因的生活甲心理的变化。正讲伫若靠陪病有一种驻村的感觉呀，但是较无共的，我毋是伫艺术村驻村，是甲厝人。跟家人一起驻村的感觉，艺术家表示，这场合作大家拢来看厉害的展览，重点是人甲社会长照议题，亲像用保健食品扛的壁，就是要来表达甲保健食品当食品食的经验，拢是要互看的人会当了解照顾者的感受。我觉得这个艺术蛮疯狂的，可是它又有那种，就是会让我感觉出来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很神奇。上面全部都上映的那个船，为什么？因为我认为那个作品很特别，看到就想到家己的物啊，家己的生活，希望家己哩未食药进前，会使好好整理家己的物件，互家己的生活会使哩健康、快乐的状态。这场展览为5月13开始到7月初6，伫新港文化馆内展出。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即马是高龄化的社会，希望透过这场真特别的展览，会当互大家更较理解病人甲陪伴照顾的家属因心内的想法甲负担。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日本有大学的查甫啦啦队的队员，就算出社会了后，因也是继续咧练习啦啦队。因是穿西装、穿西比罗世界去表演，除了伫日本表演。甚至阁去到西班牙、英国的选秀节目顶头演出，看过拢学了。伫贸易公司上班的四本聪的人是一个平凡的23岁上班族，平常时伫公司认真工作拼业绩，下班嘛无得闲。伊固定去体育馆，毋是为了健身，是为了练习学演队的特技表演。平日は頭を使って、で土日は体を使って疲れるっていうので、疲れる部分が違うのと、やっぱそれぞれがどっちかがうまくいってない時もどっちかがうまくいってたりして心の健康にはなってるので全然疲れが残るとかはないです。这队叫 Chess Remains 男子学演队，2023年成立，虽然才2年的时间，不过这个由早稻田大学学演队校友组成的团队有良好的合作共识，38人各行各业拢有，年纪为22岁至34岁，做伙一再磨练高难度的特技动作，无论是做人体金字塔，还是血管7公尺的特技，拢会当真流利完成。身躯顶的乌青，也是去钻到，这拢是真侪该挑战的证明。いや最初は怖かったですやっぱり。でもやっぱ慣れていくと、あとは結局やっぱ絶対取ってもらえるっていう安心感はあるので、なので技に対しての怖さは今はもうないですね。Chess Remains 的造型真特别，穿西装甲领带上场表演，整齐动作各加甲人血管的特技，表现出真特别的魅力。创办人表示，西装是日本上班族的战袍，对团员来讲，嘛代表是自由切換、無共人生的對望模式。逆にそのスーツを着て、
こう自分たちの好きなことを思いっきりやるパフォーマンスで表現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こう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対比になって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ので。あえてスーツを選んで演技をしてます。Cheers Remains 互人邀請為運動比賽加油熱場，嘛到各大活動去表演，因嘅精彩演出甚至紅起海外。2024年參加西班牙達人秀，5月晉級到英國達人秀嘅準決賽，得到真濟掌聲。因嘅熱情也感染觀眾，證明對家己喜歡嘅代誌認真表現，攏會當定義家己嘅人生。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天氣報道在同齊關心今仔日各地頭嘅溫度。北部嘅溫度上加21度，上懸32度；中部嘅溫度上加19度，上懸是32度；南部嘅溫度上加21度，上懸有34度。東部嘅溫度上加是21度，上懸29度；外島嘅溫度21度至29度。感謝鄉親收看，祝親平安順心。明仔早起9點，咱再會。心啦，我这同学哦，真正叫倒的啦。咱即马拢在共只船顶，伊船顶，你看韩倒路，我过船啊。咱做拼天啊！